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Inspiration 嘅何 Sir。今日呢邊咧同大家講下梯形面積嘅小知識啦。唔知大家知唔知梯形面積點解係上底加下底，然後乘高除二咧？其實咧係靠圖形拼砌出嚟嘅。畫面上高啦，有兩個大細一樣嘅梯形，只要咧我哋將其中一個梯形180度咁樣反轉啦，咁我哋而家試一次咯。然後咧我哋再拼砌翻呢兩個圖形，就會得出一個平行四邊形噶啦。然後你會發現啦，呢個平行四邊形嘅底，正正就係原本梯形上底下底嘅總和。將佢乘高咧，我哋會揾翻平行四邊形嘅面積啦。當然最後都要除翻2，咁我哋會還原翻一個梯形嘅面積嘅。咁所以梯形面積就會係上底加下底乘高除2噶啦。咁有興趣嘅同學咧，不如試下畫面下面第2題，一齊用呢個方法去證明多次梯形面積嘅公式啊！咁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